过来是婚礼的口号乡，一个饲虾仔的乡亲叫做李信义，甲伊的后生做伙甲传统的养殖业来甲转型，除了来做冷冻的包装、做食品的加工之外，嘛甲工厂边仔的空地啊，甲改造做生态的钓虾场，要来推广着在地产业。 湖中有一个咖啡厅，加上美丽造景，边仔阁有亲子游乐器材。这么水的地点就伫口湖乡的成良村，主要是饲虾的业者李成宪，和伊的老爸李信义，阁有员工的想法做伙打造的。基本上都已经完成7成了。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有一个生态钓虾场，然后跟钓鱼池，然后还有一个湖畔的咖啡屋，可以来那边喝咖啡，然后还有亲子的 沙坑区啊，游乐区，然后可以在那边玩。李信义爸仔囝将传统养殖产业转型，包括冷冻包装、食品加工等等，各甲加工厂区边的空地再利用，改造生态钓虾场。景观真美丽，嘛真适合亲子做回来。更了解我们口湖这边的渔获商品，更了解我们的公司所做的事情，然后来也可以钓，就不管是钓鱼、钓虾、烤肉， 都是一个亲子间的互动，在这边都可以非常的惬意。这样，将产业转型做出品牌行销，是业者李成宪规家伙仔拢来打拼的目标。期待甲园区整理了后，会使吸引更较侪人来口湖观光，推广在地产业。